来看中国的国安部今仔发布一篇标题叫做《起底台独网军抗命者历史》的文章，指出讲这个组织不是普通的骇客，是台湾驻通电军所属的单位。佢讲已经锁定3个现在的阿兵哥，嘛公布因的名跟相片。这嘛是中国伫6月发布顶替台独22条意见以来，头一批互中国立案侦查的台湾民众哦。也毋过，咱的军方是表示讲，因指控的内容拢毋是事实。中共国安部23发布一篇标题是《起底台独网军匿名者历史》的文章，提出这个组织并不是普通骇客，而是台湾驻通电军所属的网络战练队环境演习中心，负责对中国实施网络舆论战。佮加讲锁定3名驻通电军现役军人，公布因的名甲相片，正做中共6月发布顶替台独22条意见以来第一批互中共立案侦查的咱国民众。不过军方反驳，中国指控内容并不是事实。针对陆媒指控我们国军亚骇客攻入我们所属的网络战联队是负责执行国防资讯及网络安全维护等任务。那对于陆方的指控的内容并非事实。详细看中共点名的匿名者64社群平台，多数以简体字来发文，典是对中国机构官网、户外电子荧幕进行网攻的状况。军事专家指出，咱国驻通电军只有伫战时才会针对敌方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进行瘫痪攻击。网络攻防的实力，在陈平时期是作为防卫所使用，也不会不断的去攻击特定国家或地区。那在战时的时候才会发挥真正的攻防效果。不管是自动电军或其他的情报单位的这种成员的个资，我想都会高度保密。两岸学者分析，中国相关动作是在进行认知作战，选伫这个时间点，无排除甲瓦近湘西国庆有关。借此来去彰显出说，中共其实在掌握台湾这部分已经有所这个动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啦。双十国庆这个赖总统应当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说啦那是不是有借此来去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来施压？学者认为，中共伫颁布顶替台独22条意见了后，包括伫各台办网站上开设专栏，提供举报信箱的方式，拢是咧找安怎达到相关效果，目的拢是要为着恐吓台湾的人民。记者综合报道。